一个带着白内障的老大人用姜汤来洗目睭，无到3天，视力竟然是恢复正常。咱的记者实际来查证，发现安尼做，毋但白内障治袂好势，更有可能会引发着感染、严重者甚至会痴迷哦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台湾7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每2个都有一个治疗白内障。最近内顶面有这个影片咧传来传去，讲有一个治疗白内障的老先生，用大姜浸烧水放凉了，用来洗目睭，会使养出一层白膜。可无3天尔，白内障讲好去啊，恢复少年时的视力。 持续以小杯姜汤清洗，连续3天没有开刀的右眼越来越明亮。 看起来敢若有疗效内容，大家咧传来传去，阮实际去查证，专业的眼科医师讲这是谣言。这影片当然是就是假的哈，其实它是一个急性结膜炎，所以它用那个姜汁洗出来的东西，其实都是眼球表面的感染性的分泌物。 用有刺激性的姜汤来洗目睭，根本无法度接触到致使白内障的水晶体，万一若破皮，佫有可能引起严重的感染。想要治疗白内障，嘛是要依靠医师的治疗。白内障的药水可以缓解白内障的进行。那如果白内障真的比较严重，其实点药水也是不会好的，就还是建议要手术处理。有关有真的乡亲，若是疲劳的时，会将这个点目药水。 洗目水当作是保养，要不提醒乡亲一定要注意包装顶面的标示。若是有这血管收缩这成分，都要注意。虽然目睭红红会好去，要不若过度的依赖，一旦若停药，会更较严重歹治疗。目睭是精密搁脆弱，除了唔通听信网络偏方去洗目睭。平常时若是目睭伤疲劳，上好是点无丰富这人工泪液就好，这是正确的视力保健。